Hello，大家好。呢度係就係唔識睇咁啊。回顧上文，中一前，細佬同爸爸帶嚟好多不幸嘅意外。Bucky 就唔中意呢啲預料唔到嘅嘢，想控制所有事，包括人。發現唔可以說服佢哋，就走去了解人遇到咩事就會有咩反應，逆是人性。真係唔中意用呢個字。做相對嘅動作，令人有相對嘅反應，達到控制效果。幻想令我冷靜，每逢遇到事情讓我心裏有些波瀾，第一時間就幻想，想從中找到真理。外婆家帶我西外桃源度假勝地，信仰小時候並唔太清楚。小時候發的美夢是我窮極一生所向往的地方。中一初來乍到，我叫 Bucky。面對新鮮事物，我都勇於嘗試，接觸動漫領域，有了夢想作故事。發現真理好強大，可以幫到我嘅朋友，便不斷追求真理，不斷幻想。中二，亞積鬱悶嘅上課氛圍衍生了夜街，有個想自殺嘅友人，日思夜想人生生死命題，為求向世界證明他受的苦有發生過，不想遺忘他受到的傷害，終得出結論虛無主義再有人類主義。與 YSL 在光與裏探索發掘遊樂，在那裏景色唯美，鬱悶壓抑思考生活，激發幻想。他夢幻似童話，整個過程有如一首狂想曲。中三，藤村英的媽媽死了，和要好的朋友絕交，深受虛無主義影響，覺得一切必然無法投入所有事情，並不覺得痛苦是痛苦，內疚無力感充斥一生，一直想着朋友自殺的事，因小事看到花生新聞而崩潰，本能地找 YSL 哭訴。他是我的信仰，是我嚮往着的美麗。跟他談天說地，說夢想，有了角色扮演的計劃。當時目的是向世人訴說我所經歷的事。拖計劃忙起來後，沒什麼時間。我和 YSL 相處得實在太美好，久違投入其中。強烈的感覺蓋過虛無，我天天幻想脫離虛無漩渦。他的家處處匿藏着小心思，驚喜是一個很有愛的家庭。他提出長大跟我一起住，我便想着你已經很努力了。停下腳步和 YSL 過下半生，感覺也並不壞。我跟 EL 性格不合，YSL 離開我，隨他而去，導致與 YSL 絕交，失去翻車與神信仰，同時與爸不和，發生衝突，最後分居到外婆家聖地住，帶着種種感覺跟於流嘅思想與虛無主義，令聖地不順，短期內失去兩大重要信仰，使我越發偏激癲狂。在萬念俱灰之際，只剩下唯一信念，完成故事，向往心中的夢。信仰決裂，刺痛全身，與邪念暗誘湧動，腦中回盪一聲又一聲報仇報復。夜裏驚醒坐起，叫我以牙還牙。Last chapter， 最後篇章，復仇。所謂復仇是指讓仇人感受與你同樣痛苦，甚至更甚。中四終極大洗牌之後3年都係呢班人，同 X 同班。有兩個人我要講，一個人叫 B， 一個人叫靚女，兩個都係新人嚟嘅。兩個人人緣都好好，仲要兩個都係坐我隔離左右。呢鋪我真係 jackpot。學期初我已經打好晒啲關係，
我會同靚女講啲假嘢，或者講出冇問題嘅秘密括號嘅秘密。我叫佢幫我保守呢個秘密，我俾佢知道我信任佢，又俾佢覺得自己係特別嘅，同我建立咗個友誼。同男仔相處就 be cool，揾樣愛好嘅運動睇下。咁我咧就睇 UFC 嘅。咁大家有啲嘢講。小息同 X 同埋阿 B 喺呢個嘅操場打排球社交下。我啲人緣變得越嚟越好，同 X 有 friend，同 B 有 friend，同靚女有 friend，同啲多朋友嘅人 friend。咁喺線下咧就 host 狼人殺，有7條友咧就參加嘅。有一段時間喺班上面嘅土皇帝啦，因為同男仔有 friend，同女仔有 friend。咁喺級度咧做唔到龍頭嘅，但係都有龍腳做下嘅，即係次次嗰啲酒會聚會都有我嘅。咁有人權啊，有權力㗎啦，做乜嘢都冇人管到啊。其實我唔係太中意社交嘅，啲人少少事又喺度喊屎喊忽啊，我都未喊啊。但係個遊戲就係咁玩就冇辦法。嗰陣大家都好熱衷於社交，大家都好想自己嘅人緣變好啊。嗰陣大家都係玩緊呢個遊戲嘅。我入咗多班圈子、黑婆圈子，為咗報仇，我喺酒會度都係一直扮傻，營造一種貪玩精神病嘅形象，令人放低戒心。得寵女為首嘅圈子有我、X、黑婆同戇鳩仔。咁得寵女留班5人入邊呢，我同得寵女戇鳩仔就比較密嘅。X 同黑婆就係 best friend 啦。咁我越做越大啦，有極大嘅説話權喺女性主導圈子，就因為我個人嘅智慧、理性同果斷啦，咁就有得寵女作呢個嘅靠山嘅權力。咁人人都要敬挺我3分嘅。咁我本身個計劃就係用我嘅身份人緣，就係同阿黑婆製造摩擦，伴着酒勁，新仇大舊恨，咁樣同黑婆硬碰硬，同佢絕交。但係所有人跟隨我離佢而去，但我意識到呢個世上冇人好似 YSL 對 EL 一樣麻木且情深。我將此案作廢。10月事件，我哋得寵女圈子 FaceTime 傾電話，通話入邊有我、得寵女、戇鳩仔同 X。我以開玩笑形式，就係咁樣引導大家偷偷用黑婆醜照為頭像，等佢發嬲之後突顯佢小氣。我知黑婆一定嬲，我亦都想營造一種嘅意識形態，就係背住黑婆，就係好好玩嘅，背住黑婆玩係好好玩嘅意識形態啦。咁我咧就唔小心唔記得切翻個頭像，就俾黑婆發現咗啊！就果然佢就鬧我啦。咁我再假惺惺咁樣表現到不知所措，道歉果然黑婆就係超級嬲啦。就嬲咗我，就唔同我玩啦。咁我哋之後呢個聚會啦，咁佢都冇嚟。咁嗰陣我就要搏命咁令圈子所有人感覺良好，令佢哋覺得冇咗黑婆都冇乜嘢。咁我就詐傻犯蠢引所有人喜愛，
表面睇落好成功，但係其實呢一步棋係行錯咗啊！黑婆自己有同成員聚會，即係有同阿 X 聚會，有同阿德寵聚會，但係就唔想我嚟啦。咁我梗係歡迎佢加入我哋嘅聚會啦。就即係佢而家同嗰啲成員係會自己會走去聚會嘅。咁佢嗰啲聚會就唔想我嚟嘅。咁我啲聚會我係好歡迎佢嚟嘅，即係個係咁樣嘅嘢嚟嘅，而家真係。咁啊我歡迎佢嚟啦，亦都更加凸顯佢嘅小氣啦。但我冇達到一個分化嘅效果。咁10月事件本質係我嘅錯，成員再鍾意我都好，都冇理由即係離佢而去。佢哋都係講道德嘅都係啲講道德嘅社交嘅人嚟嘅，效果唔係維持得太長。我意識到要分化黑婆同佢啲 friend，就要佢負我哋，而唔係我哋負佢。第一次成功。咁多班最大粒嗰個，我叫佢 T0 大哥哥。佢留咗2年班，人員最多係佢啊。上面2級啊，下邊都係有佢啲 friend。咁佢同德寵女係前男女朋友關係，就不和分手。X 同黑婆就唔跟德寵道出原因啦，令圈子就分開咗兩派，有少少決裂咗。咁德寵同 X 同埋黑婆啦，就產生咗一個疏離感。我有同德寵女主動坦白，並話 party room 嘅好多細節。咁好聽啲講，我係幫佢去探路啊，就取得德寵嘅進一步信任。戇鳩仔呢就冇咁聰明啦，就冇俾德寵女安全感，就俾人感覺係慢散呢個嘅貪玩，淨係想社交，戇鳩形象係完全幫唔到德寵。問佢先講少少，咁兩邊覺得佢傻下都唔縱容佢。咁德寵説過佢想冷靜，佢有點生悶氣。咁我以此為由就阻隔兩邊直接溝通。X 欲想跟德寵説個清楚，我制止佢，生怕佢哋破冰。要交流只能經 Bucky 我這座橋梁，我便有天大嘅權力，亦即是可以喺兩邊嘅傳達上添油加醋，擁有圈子離合大權。我面臨重大嘅抉擇。如果我之後繼續與 X 黑婆相處，我仲有冇機會一次性咁樣分開孤立黑婆呢？定係我而家就分開黑婆同德寵，實在地奪佢一人？咁我係德寵派嘅。如果之後我要接近並分化 X 同黑婆嘅機會就渺茫啦。我為人就求安穩嘅，選擇了先取德寵。我跟兩面只説了對方不想講和的話，其餘不提。我還是留了個後手，跟德寵說 X 想和好，但黑婆就不太想。至此，德寵歸我所用之後，為他成為我一大利器埋下伏筆。黑婆在多班交了許多新朋友，不
埋他們堆的我，只敢孤立復仇計劃沒完沒了。我是否做錯了選擇？回到當初問號。EL 突然打電話給我，問我為何記恨他。他不知錯不悔改的樣子簡直不可理喻，但他這次打過來反而讓我看到了機遇。首先，我沒有對不起 YSL， 再者 YSL 的記憶像金魚一樣不會記仇，所以我先咁鍾意佢，信仰嗰種。我頗賴對 YSL 用操控嘅技術，但係如果佢好似普通人咁樣一樣，都係用呢一套嘅人性機制，咁啊都係會俾人去操控嘅，咁呢個神聖感便會缺失。我以事事求真為理由，叫身為事主嘅 YSL 上線三人對質。我扮成熟坦然，就說我的過錯與 EL 的過錯，他便沒理由又沒記憶去恨我。接着我扮成熟地說我不記過去，年少總會不懂事，他也不想在我面前顯得固執幼稚，為了形象和破冰，有說有笑，相談甚歡。之後我狂找話題與佢重歸於好，雖然我們一見如故，但感覺有點不對，不知為何我們早已不是從前。兵器養成之男 X 跟多班好 friend， 佢帶我社交，小息同多班打籃球啦。霹靂 X 又帶我去多班社交，一來二去我打入了圈子。戇鳩也有帶我同佢哋社交，由於我詐傻，可能有啲係真係傻傻地啦，又笨笨地啦，又成日鬧笑話咁，個人又發癲唔顧形象，亦都唔係好似佢哋咁樣喺度扮冷酷，好似一個識當代社交禮儀嘅小朋友。咁你會見到一個 nerd 同啲裝冷酷懶型嘅男男女女一齊飲酒啦。有一次酒會，黑婆應該係以為我同德寵疏離咗，又想搏上位，就同攣毛新人物嚟講德寵嘅壞話，就復述同黑婆講過話攣毛個樣生得好似水滴魚咁樣，又同 T0 大哥哥講德寵同佢分手後講過佢啲衰嘢，一臉阿諛奉承。佢首先唔知我同德寵咁 friend， 我為咗融入 T0 為首嘅多班，就梗係識做，就唔多講德寵啲嘢。我嗰陣個樣又醉醉地喺度傻笑，我聽得比邊個都認真，連 T0 哥哥都收口，唔太講前任嘅嘢啊。黑婆仲一直喺度講，我如述同德寵講返，德寵變得好憎黑婆，完全信任我，將佢最唔俾人知會影響佢好大嘅秘密同我講，完全聽從我意見，就似我嘅最大利器王牌 Ultimate Weapon 二連勝。我因跟 X 同班，常常跟他談八卦，會幫佢分析及公關。我常常在佢面前提到我跟德寵有幾密啦，令佢羨慕我。佢好珍視嗰段友誼，但係如果佢要同德寵 friend 返，就一定要透過
佢經歷嘅大大小小都有我陪伴。X 而家已經完全信任我，會同我講佢嘅秘密。表面剛烈，對我嘅悲慘遭遇卻憐憫之情泛濫，內心只是一個16歲嘅少女。兄弟們，我跟你們說個事。我跟星河說，我想偷一瓶飲料，之前也偷過如魚得水。社會對我那麼差，為何不能偷？但現今我卻苦惱止住了行動，陷入沉思。復仇之火熊熊燃燒，恰可的報應卻寥寥無期。我與日漸退，復仇意味拆散 X 和恰可的友誼，這違背了 X 的意願。X 對我關照有加有示範的自幼是個好孩子，我怎麼忍心磨刀霍霍向身邊之人痛下毒手呢？靈魂正在負考，意志被這樁毫無意義的爾虞我詐消磨得已是風中殘燭，不禁疑問 YSL 早已回到身旁，為何要那麼執着？那瓶橙汁不知什麼魔藥，不會使我忘卻傷痛，不會讓我回到他許下承諾時，它就只是一瓶普通的橙汁，滿足我現在個人需求的橙汁。我想偷這瓶橙汁，只是因為我想，我自私，我憤怒，我口渴。我以為透過偷別人橙汁便能找到當初的感覺，妄想偷那瓶橙汁又可讓我品嚐到那世界最純粹的甘甜，內心動搖，不斷被良知呼喚，欲想脫離這永恆折磨。握緊的手緩緩鬆開，欲放下屠刀之際，我一臉冷清，已然是一副釋懷模樣。追憶起跟 YSL 過往點點滴滴，沒忘去曾與我立下長大永遠在一起的約定，想着一再緬懷，口卻有點乾。到市飲區拿了杯子橙汁，抿了一小口，這橙汁怎麼越喝越苦啊！我後覺它苦時苦澀，以久猶回盪在口腔裡喉嚨深處，並且越發濃濁，苦得像是在嘲笑我曾經對它期盼希望，苦得讓我不敢相信它曾經味道甘甜，苦得讓我永遠不想喝橙汁。我頓悟了，一切已經為之已晚，去不復返。我不想跟現在的 YSL 長大一起住，我要回到從前，可我們早已回不去了啊！你老味，一瓶橙汁賣我10幾蚊，你個無良商家！之前係讓我虧了多少？我氣急敗壞，想盡力令他虧損，即使我永遠偷不光他的橙汁。又到春季，香橙腐爛於泥土，香橙子扎根萌芽，再生生便是了，源源不絕。偷東西可是會上癮的，沉醉於令敵人損失的成功感中，為了 YSL 病態地尋回最初的甘甜。即便我殘破不堪、醜陋無比，我仍要繼續走下去，至復仇之路的盡頭，至我力竭斷氣倒下，我的 YSL 回不來了。渾身刺痛感使我猛然驚醒，內在專心疼痛，一炮把無助混沌擊得煙消雲散，思緒變得越發清晰，湧現一股堅定意志，名為決心。我偷了那瓶橙汁，手比之前握得更實，即便它苦，即便我不再去愛喝橙汁，仍然義無反顧。我清楚自己放不下，又回不了從前。此刻腦裡只剩下一個執念，就是把我受過的傷痛不擇手段地千倍奉還給黑我。身邊所有皆棋子，即便復仇之路萬劫不復，也要破釜沉舟，勝得這場權力遊戲，沐浴於仇人的血與榮耀之中，為了 YSL。以上呢一段係有改編嘅成分嘅，因為畢竟唔係間間商場都有試飲區嘅。
咁我而家坦白同你講，咁確保呢個嘅自傳嘅真實性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Case Final 復仇。大概3月 Siri 跟九公拍拖，九公常常背住 Siri 出去社交聚會，跟黑婆甚是曖昧，放學跟黑婆一起走。X 作為黑婆 best friend，早已勸黑婆不要跟九公玩咁埋。X 有跟我訴苦，說黑婆屢勸不改，叫我別説出去。我又跟得寵談八卦時，輕輕透露。3月17日星期五，我九公 X 黑婆偷偷背住 Siri 去戇鳩仔屋企飲酒。Siri 不讓九公跟有女嘅聚會去社交嘅，但係佢並唔知情嘅。所有人都醉咗之後呢，我同戇鳩仔就將佢哋全部安頓好，然之後呢，我哋就一人一杯處理埋剩低嗰啲燒酒，咁我就瞓咗啦。同大伙醒走嘅時間錯開，即係佢哋醉咗啦，醉咗我將佢哋安頓好，去擺佢哋將佢哋搬翻上嗰張梳化或者床嗰度先，跟住咧我就去同戇鳩仔解決剩低嗰啲酒飲埋佢又跟住我 wing 咗啦，我瞓咗啦，跟住佢哋咧就醒咗，嗰陣咧我沉睡之時發生咗件事，就係九公就吻了黑婆一口 ，X 戇鳩見到震驚後各回各家。事發時所有人都知我睡了。3月18號，黑婆向攣毛頭訴苦，新人物，圈子大伙密謀秘密，共識不爆出去。3月19號 ，X 同我商量，佢話怕俾人爆出去。我本來係唔應該知道嘅，但係 X 信任我，守秘密先會偷偷同我講。其他人係唔知我知，我獲得幽靈狀態。X 同我商量話九公主動 kiss 黑婆嘅，九公想快啲揾個時機速速分手就算，叮囑我唔好同其他人講。我引導佢覺得戇鳩仔會大機率爆出去。為之後鋪路，又講笑直入，説出去黑婆的後果會很大，呢個嘅思想形態咁樣，意識形態咁樣。X 也認同並訴苦，他怕圈子的人太蠢被套話。黑婆跟攣毛説，這不是明智之舉。我順勢跟 X 説，黑婆不聽他諫言，人蠢救不了也正常。為 X 如意算盤失算，找了理由括號下台階。電話到此為止。我定了我的作戰計劃，首先跟戇鳩仔大聲問星期五我飲酒之後發生咩事，之後我捉咗戇鳩仔出嚟細聲咁同佢講話係，我係問我嗰日我發生咩事，唔係其他嘢。大聲叫佢係因為我想引全班人注意。戇鳩仔為人係一個大喇叭嚟嘅，佢抵唔住女仔係會八卦啦，就好容易爆個秘密出去。加上做實我不知情嘅身份，即係呢兩點洗脫嫌疑。小聲是為了我的幽靈身份，我唔想俾人哋知我知，我只係想理我嘅事，做到人哋八卦佢，而我全身而退。然之後一直跟 X 商量跟進事況時提到，得寵只對 X 不反感，就係對黑婆反感。
有望 X 同呢個嘅德寵嘅和好如初。只不過德寵唔想同黑婆和好啫，全部都係因為黑婆喺之前嘅 Party Room 事件無意挽回疏離咗個友情。嗰日咧就爆咗係最優嘅，咁冇咁好嘅，咁後手啦，咁都可以同 B 講，即係酒樓風聲，就話我嗰陣醉咗唔知詳情咧就去問戇鳩仔啦。咁又但係要小心，唔好引到嫌疑。對內要同 X 講話講咗出去好大件事㗎，並說黑婆嘅臭名聲咧會玷污到你。如果你同佢食飯咧，咁你個名咁就可能會就係社交呢啲嘢就係你同呢啲友人食飯，咁佢個衰名會玷污到你嘅咁樣啦。重點啦，就係以德寵作引誘就係以呢個和好德寵同 X 和好作引誘去引 X 離開黑婆近德寵，跟住就近多啲唔中意黑婆嘅圈子，例如 Siri 圈子，例如德寵圈子。咁咧呢啲圈子好快就會同化咗 X 啦。咁計劃就好啦，咁計劃完啦，開始實行。就約咗黑婆打傳說，借機提到 X 想和好，問德寵你可唔可以同 X 食飯啊？佢態度非常之好嘅，咁果然係我嘅最終兵器。時間未定，但唔緊要。如果爆咗，咁我就去 School Secret 全校通報整臭佢朵。打機前我已經打定一段 content，用八婆嘅口吻寫嘅稿。準備發酵多幾日，原本諗住星期五 post。3月20日，我一早小息大聲叫戇鳩仔。星期五我醉咗後發生咩事，引全班八卦，加洗脫嫌疑。我拉戇鳩仔到出面講，我已經同佢表明咗，我醉咗之後冇意識，係唔知情嘅。跟住先至咁問，並說我只想知道我做了什麼。他說了當天我的種種行為，正當我打算全身而退，呢個戇鳩仔主動同我講：你有冇見到黑婆同狗公做啲乜嘢？我頂你個肺！我強調咗我唔知，你仲要喺度此地無銀，打亂我計劃。佢全盤托出，我只好即係順住佢講。佢唔應該告訴我嘅，我係咁同佢講。說是為了他自保，實質是為了維持我的幽靈狀態。就請他對外聲稱我毫不知情。他進課室後果然被女生圍攻，一輪又一輪嘅猛烈攻勢，狗熊難過美人關。爆了本不該說的酒會有狗公和黑婆，並說狗公黑婆舉止親密，狗公花了很多功夫才哄好 Siri， 然後跟他提和平分手，原因是平淡期。順利分手，做了朋友。好，夜晚我同德寵 call，跟進時事，延續他對呢個花生嘅興趣。3月21日，我見戇鳩仔俾人問咗一日都未爆，就係爆咗少少，但係佢哋都分咗手，我怕風燒停咗，就加大力度，趁熱打鐵，偷偷即係以約飲酒名義同 B 講星期五幾開心。佢本身同多班係 friend 嘅。佢知狗公同黑婆曖昧，可能睇得出。佢問我佢哋有冇曖昧，正中我下懷。我話偷偷同佢透咗少少，佢哋有個親密嘅互動。
我話我飲醉咗咩都唔知詳情咧就問戇鳩仔。B 係我人啦，我叮囑佢如果想對外講，唔好提到我，話係佢自己睇出嚟嘅，事實也如此。九公黑婆曖昧得太明顯了。放學 B 吐戇鳩仔話佢忍唔住大爆炸，講晒啲嘢出嚟。Siri 大發雷霆，同幾個女嘅真係上網屌爆佢哋。我原先諗住星期五 po secret，太順利了。我講緊返屋企叫親信 po secret，發現 po secret 可能要幾日先出到 po。X 接受咗戇鳩仔蠢，所以失算爆咗。晚上我 call 得寵女，約佢同 X 一齊食飯，叫佢爸咩都唔知，亦同 X 講話我並沒有透露給得寵女。說黑婆難救，多早死了。說戇鳩負全責，爆料秘密，責怪黑婆不聽勸，以安慰形式植入不是你的問題嘅思想，就係咁同 X 講話唔係你嘅問題咁樣，就係安慰佢咁樣。黑婆被孤立，黑婆跟 T0 哥哥靚女肥妹二聲同晴天食，真係激死我。得寵代表圈子表示不屑，說 T0 哥哥懶好人，收留佢，但係免不了 X 對排斥行為產生動搖。我們食飯時，我引導 X 說黑婆的事，因為已經暢通街了，就不用那麼拘謹。飯局有我、得寵、X 同戇鳩仔，因為之前 friend 嗰班，我帶風向話黑婆唔值得幫，一齊笑黑婆個風評好似屎咁臭。放學黑婆 message X 問 X 同得寵食飯點解唔同佢講聲？身為長久以嚟嘅飯腳，X 欲想跟黑婆説清楚，自己只係想避風頭。我連忙制止，我同 X 講話，我驚你心軟。其次，如果 X 主動同黑婆講話，我而家離開你一陣，隔一陣就同返你食，就變成 X 理虧，之後驚 friend 唔返。講藉口約咗人，反而黑婆冇理由指責 X。舉一個黑婆風評差而不跟他做飯腳的人酷刑做例子，指出冇人支持佢係正常嘅。如果黑婆明知自己風評差，仲厚面皮約 X 食飯，甚至賣慘感情勒索 X 與佢食飯，咁就係佢唔禮貌啦。用黑婆嘅發嘅哭 emoji 大作篇章，借題發揮，提到佢情緒勒索嘅前科。黑婆嘅動態呢，就 po 咗個筆跡好亂，寫住不要焦慮嘅筆記，好明顯係想營造自己不安內疚，就表現出情緒問題。我跟 X 道明黑婆，這是在情緒勒索，想你不安，甚至內疚。X 選擇聽信我，狠心不理他，加強 X 的心理防線。我引 X 說黑婆感情勒索歷史後，說自己開始對黑婆改觀，對於他這次應對感到不滿，並為之後轉折鋪路。我再打出一套連招，首先強調黑婆遺臭萬年，說我係你朋友，我淨係想保你嘅名聲，同黑婆食無異於引火自焚。
多次勸不聽，就是佢自食其果。你不需為他的愚蠢負責，不需要為他的犯錯負責。唔同佢食呢，又可以同得寵食，呢個係誘因。離開佢一陣，避下風頭，只係一段時間，又唔係永遠。就係呢個係令佢放下負擔。咁黑婆都係需要時間反省嘅過錯、沉澱嘅。同 X 講完 ，X 徹底聽信於我。我看出 X 柔弱的一面，他真的內疚了，但不想面對真心，令我擔心 Secret 如果鋪出，黑婆情緒會低到另一個層次。那時他再賣慘，想怕 X 再逞強不了。一直場上指揮嘅我終於落場打。我私聊黑婆，以自己未站邊為理由，作為朋友想聽聽黑婆辯解。如果佢失誤咗，即係背叛 X 或者講 X 嘅壞話，我將以當年佢出賣我嘅方式將其誅殺。當時説的話冇必要將呢啲放到咁大，人唔會成世得一個 friend 㗎嘛。原封不動回禮俾佢，將會係以一個戲劇性嘅完美收結。現實中佢確實談到佢嘅無助不快，但絲毫沒有説 X 的壞話。雖然他很小心謹慎，在我眼內，我還是找到了漏洞。晚上我 call X 給他安慰和鼓勵，畫大餅說之後可以融入得寵圈子，又可以去 Siri 圈子。我梗係想啦，呢兩個圈子都係唔中意黑婆。我預判黑婆會再情緒勒索，我事先讓 X 做好心理準備，說黑婆將會再賣慘，目的就是想 X 心軟。唔好俾佢牽住你嘅鼻子走。X 欣然答應，我心裏總是踏實了點。我之後 call 得寵，說他應該要再主動點，別令飯局氣氛尷尬冷場。3月23日 First Day， 小息讓 X 到得寵班社交加深聯繫。我見他們有話題，便欣喜。放飯得寵不用再扮了，因為 X 自己讓開咗。細節上呢，就話係我同得寵講就得㗎啦，唔使太拘留嘅。食飯時，黑婆有跟 T0 圈子一起吃。我搬出在 B 那收風得來的資訊，就是男仔排斥狗公，沒跟他食飯社交。又提起酷刑 Siri 三人對於黑婆的排斥，來證明 X 現在嘅排斥行為係唯一且正確嘅選擇。用呢啲理由嚟夾硬頂住。我以為黑婆入 T0 圈是一次的事，再這樣下去 X 免不了加深。T0 接納了黑婆沒問題，其實黑婆的處境是否沒多嚴重嘅思想，我必須行動。我今早跟靚女借了 Econ 功課抄。飯局時，我找了個話題，黑婆的聊天記錄。她說黑婆見 X 跟得寵吃，她說自己也想與得寵 friend，但我爆料黑婆之前在酒局說得寵壞話，之前私人恩怨我唔理咁多，但黑婆如今
落難才厚面皮跟我說想和德寵 friend 返，令我覺得他十分虛偽。我徹底對他失望。就是這轉捩點令我可以帶風向，帶頭說黑婆壞話。德寵當然事先和我談好了。X 受形勢所逼，不得不表明立場與黑婆敵對，跟大伙站一邊。至此 X 跟黑婆的矛盾就上升到私人恩怨層面，情緒勒索更加虛偽。在午後回校上課時，我借還 Econ 書嘅時機去跟 T0圈子裏的靚女聊天。我問靚女：你好奇 X 最近嘅關係嘅變化嗎？佢話：X 為何不跟黑婆食啊？我提到黑婆嘅情勒，再加對朋友嘅虛偽，是我們圈子裏的私人恩怨。靚女她也不好多問，但超然明白了並對黑婆起了戒心。靚女補充其實2Z 不太想與黑婆食，2Z 對黑婆沒太好感。操課堂，我跟 X 已經可以講黑婆壞話。我問黑婆與 X 相處的歷史，借德寵跟我說黑婆的壞話拓展。X 看在他未來可入德寵圈子又可入 Siri 圈子，就放開說。他提到種種細節，我說他們的關係很toxic，我的朋友可不會這樣。他說得興起，甚至否認當初。他說當初是黑婆想跟他做朋友，是黑婆自己硬要擠進來 X 與德寵嘅圈子。我提到 Party Room 事件，黑婆不挽回嘅態度，說是他令到 X 和德寵疏離。X 看在我與德寵的份上，罵得黑婆是一個樁。在我一個主持公道的旁觀者，有批有評，把黑婆越描越黑，真心換真心。我把中三黑婆跟 YSL 說我壞話的事搬出，笑他跟人說我壞話，卻被當事人告狀。X 說黑婆也跟他說了我壞話。黑婆真的是又蠢又笨。提到 YSL， 我真情流露，痛心瀝血地說 YSL 與我相處時向我提出永遠一起住，絕交說絕就絕。我到最後還是一心望她好。我私信她男朋友說了跟 YSL 相處的種種細節，叮囑她以後要多加留意。她男朋友也跟我真係都係好 friend 㗎啦，已經係即係咩？我只係英雄相識嘅，又帶佢男朋友同我好 friend 嘅。就我有一條片呢，都係佢有幫手去即係睇一睇嘅。我之前剪嗰啲片，但係如今啊，跟 YSL 又 friend 返，卻回不了從前，是苦啊苦啊！不過我挺了過去，我強啊！願所有斷交失意者安好堅強。X 對我是萬分同情，是憐憫是安慰。我或許內心少許內疚，我已殺紅了眼。夜晚 call 又在唱響未來歡迎 X 加入德寵圈子，說德寵對 X 的認同。我說德寵雖害羞，
不表現熱情，但他也實在賞識記掛你。我們 call 得輕鬆愉快，建立了 X 在得寵圈子的地位。X 也感覺安好。我問他喜歡吃糖嗎？我明天帶回考給他。得寵星期五有約，不能出席飯局。我約了肥翼搞氣氛，新人物多班。3月24日 Friday 小息，我又帶 X 到得寵班社交建立幫頂。食飯時，肥妹突然走來對 X 說：你做咩拋棄你個 friend？我嚇死，好在之前令 X 意識到是黑婆與 X 相處產生了問題。拋棄黑婆是為了 X 自己好，出於 X 自己的意思，是 X 自己對黑婆反感。黑婆跟 T0 肥妹晴天食，沒了靚女和 Z。我乘勝追擊，逐一擊破，說肥婆沒男朋友，不懂黑婆出軌對 Siri 造成多大的傷害。晴天他沒主見，就只會盲目跟隨肥婆而已。T0 是被黑婆扮可憐的樣子騙到，不知黑婆情勒嘅歷史。靚女和Z其實不想，只是受邀。Z對黑婆沒大好感。X 說 T0 大粒，接納黑婆，也不怕被不受見待，是 T0 獨有人設的社交策略。見到男生參狗公一齊食飯社交，X 認為男生沒所謂，女生愛講八卦才需要注意。對於不合理之處，我都沒想到解法。X 自己就能自圓其說。我欣喜若狂。X 問我要不要拉攏肥妹一起孤立黑婆，給他們認清黑婆的真面目。我想到肥妹嘅性格是喜歡朋友和好嘅，一定會盡力讓 X 與黑婆交談，令 X 面對自己真心，打開心結。我連忙說不要，顧好自己就好了。不禁感嘆青出於藍卻勝於藍。班主任特別活動堂迎來最終挑戰，黑婆鋪了密友動態，說自己要自殘。黑婆算你倒霉遇到了這方面的專家。我中意1年半時間都在苦思研究真正想自殺的人。真正要自殺的人會發出信號給信任的朋友，而不會營造可憐形象於大眾。你知道飯給我看他滿是疤痕的手，還要跟我說他不是在博同情，我當時是有多心痛。我可以背負上我一生嘅去證明黑婆你是在賣慘，利用別人的同情心，利用自殘者嘅身份獲取利益，博取關注，在課堂上眾目睽睽之下拿出戒刀，在所有人面前表露悲傷之情。自毀傾向分明是讓別人阻止你，不小心被人看到，不小心被救贖，那也太明顯了吧！嚇唬小朋友還可以，嚇我收皮啦！我親眼見過，真係諷刺。扮自殘嘅人，你喺度諗點樣唔受傷；真正想自殘嘅人，你喺度諗緊如何讓人不覺得自己受傷，在沒人的角落裏默默承受。這世界怎麼了？你對得起那些真正超脫人類本能
尋死者的痛苦靈魂嗎？你這個只會無病呻吟的拙劣模仿者！我真係好嬲，好憤怒，隔住千里都能嗅出黑婆的宿味。我問 X 有冇見過真正想自殺的人，我當然知他有，但我要幫凡守着秘密。我描述一句 ，X 補充一句，我說他不認識，實則同一人。我說得越激動 ，X 反而安慰起了我。我流露出的情緒是不忿、憎恨、委屈，更多是對凡同情又無奈之心。種種恨意不甘怨念交織形成了一股氣場，籠罩 X 整個人所在氛圍，壓過他對於黑婆自毀宣言所帶來的恐懼。X 被我的理論深深折服，感情渲染到位，對黑婆的判決風向自然由我主宰。光頭社工不請自來，還有 HMSC 輔導組老師要 X 詢問黑婆狀況，我說我也要去，知道去了能左右最終戰局。我說我想陪伴 X 而行，話說到這個份上 ，X 也要求我下去，社工實在不好推辭。往最終戰場途中，我屏氣凝神，清楚 X 內心滿是對黑婆不捨，所以我要做的事是不讓 X 直面內心。社工室門開了，裏頭是軟墊梳化，真是個適合暢言舒抑的地方。終戰開始。悲憤情緒蓋過 X 內心迷惘，不知所措。佢最終相信了我，相信了我這個能掌握他未來社交圈子的強大存在。憐憫之情又驅使 X 安撫我內心嘅柔弱，算是半推半就，讓我定了 X 與黑婆之間命運。社工室內戰三人，邊格黨社工語言攻勢，英槍揮舞，忽悠得他暈頭轉向。另一邊房偉樂的靈魂拷問，在我說出不關你事後，他便禮貌知難而退。兼阻隔 X 面對真心，帶動情緒。我曾與最好朋友絕交，期盼與他未來。點點滴滴歷歷在目，凄慘戚戚。亦有所見是自殺凋零為解脫瞑目之人，深恨虛偽造作泛泛屬俗，以過去為干戈，以創傷作武器，用一切人生信條做出這把復仇利刃，舉世無雙，給予仇敵捨身一擊，一劍封喉，力竭走出社工室，大門敞開，陽光明媚。我已是大仇得報者。3月27日 Monday。小息我帶 X 到多班融入 Siri 圈子。X 的社交技巧也很好，跟 Siri 合影5指3人圈子打成一片，說了很多很多黑婆的壞話。食飯時我打算讓 X 跟 Siri 圈子食。X 萬般不情願說他們就係八婆咁樣就太無聊啦，我只好讓他跟戇鳩仔食，我則唞一唞找兄弟放鬆一下。3月28日，距離放長假最後一日，最後堅持小息到得重班社交。X
跟黑婆在 P 堂是最容易破冰的。好在黑婆體育不出眾，只好自甘寂寞。我讓 X 跟學型組隊，便能入 Siri 圈子。最後一頓就我跟 X 吃，徹底穩定局面。考試接着長假，X 又跟 Siri 戇鳩亂舞約飲酒，融入了 Siri 圈子，一切已塵埃落定。我完成了我朝思暮想的復仇大計，以為會高枕無憂，卻不安也不樂，愧疚感油然而生，無數不眠長夜。生日收到來自 YSL 的祝福，萬分感動。越對我好，我越是清醒，心痛於去不復返，對黑婆恨得更深。復仇成功帶來的榮譽感，背後是深深罪惡。半夜驚醒，一陣後怕。X， 我對你有愧，I'm sorry。但若要再選擇，我也一定復仇。為了 YSL？ 不，而是為了我。乾杯！此刻才明白復仇二字的真正含義。之後即後話，放學中偶遇 YSL， 像我所說的一樣，我和他有着談吐不完的話題。回家的車程中只是聊到日常皮毛，我還有很多要跟他說。我問：不如去你屋企？YSL 答：今日咁突然？好啊！到 YSL 家故地重遊，熟悉的樓層少不了麼麼的吠叫聲。小松鼠狗它沒變，它養毛孩孩味道一樣好聞。遊戲機進度沒變，存檔都還在。他家人沒變，還是一樣地愛他，但一切已經唔同晒，已經翻唔到去。泡沫破滅就係破滅咗，冇得去返之前信仰還在嘅時候。一旦有咗太多認知，就少咗幻想，亦真係對未來少咗期望。所謂期望唔係未來有乜，而係未來有咗樣嘢之後嗰個感覺。你知道未來有咗樣嘢之後，其實唔係話想像中咁好，並不再現信仰，只不過是無知的福音。呢啲係我呢段經歷所聽嘅歌，我寫嗰陣都用呢啲嚟恢復記憶。